到恰恰呢，上海的很恰啥，俺年呢，阿卡普的草木嘛，哎呀，你们爸妈就上海的很家米，得不愁哎呀，不给啦，米呀，俺那3年里，我们为呢的会牛那我还没提啦，杰卡卡米为呢的代表呢，牛那要见那我还啦嘞，牛后面回来要跟那老卡那，普的题目提交我还留啦呢，俺户一下我摸下地边铺。牛那要见那可卡古小康村题目拍到啦，个户提阿玛西亚能打铺的，牛那铺门台家茶你题目拍到啦俺，没能爸妈就能当表俺妈那铺的题目提交个拍好那里，那么还学习底下那你对有铺啥就卡铺卡开送门门都啦个拍好那里。我叫上海好女康，西地乡南农村委会那你2对卡布那罗等你提到侬啊，个户当大个叫被叫呢，喊我就个故事咪呢，一下我们下就会，牛那卡布卡开门多啦呢，杭头铺的题目提到猫妹个样啊，牛康那么那个不咋那，操作一切送着，操下你要打起个就那你2对铺白里呢。特铺我还提到呢，铺的题目个告白挺好亮啊。那么村会的那4个小组，478户，要来那么叫那阿卡上那也铺，阿不也你铺来叫诶。那么主要经济来源的那火车、萝卜咖啡。后面湖那些，那大这工厂大这吃了么的，哎，你后面湖那新鲜产业，咖啡都一级了呢，村民收入都提高啥提高，面子啦，来，湖北都提高啥提高，都这啦没，来，民能和大那能在咖啡而且价格都100在放啊，来，后面的特别是俺们那农村会那有2组而且。43户的那在这咖啡种植面积呢，这400多亩在采收得量啊，还有最高收入14万收入家都讲，光靠这个咖啡产业的呢，当然政策方面的感冒呢小通呢，来，俺家要送感冒还落呢大一呢，后面的俺家老百姓都听那啥听那，哎，希望养老呢。听那啥听那的门来还有你妈那提后他提后上哪子没？那一对那杭头米当白呀，我还没呢，现在提供的这里卡，个户那一两个月来，喊我就个故事米呢，一下我们下浪了去。哎呢，牛后面黄，铺当直播那要喊妈咪个白好呢，卡铺口头我还不让我来捞。大组织、企业、合作社、负责来提供到个票下路呢。那侬铺那，我还娱乐咖啡有限公司呢打好，公司那阿票嘛修呢，卡铺阿几米呢，靠垃圾面呢来讲呢。普隆西那卡铺月样么子你看到啦啊？负责就那拉哈提前你都哎啊，个户那阿都我们下看到留好提包嘛铺。用那卡普卡呢，咋还我们过在啦？阿姐，企业那阿杨家在他呢，也阿要被预购的，卡普也被阿要送我来买里。他能跑那卡多卡普头阿要马多呢来呢。你把那你吃月光，普扎提提火修如那，提木那把叶子样啊。我还提木大那，普还得卡提家嘞，普扎就那要哈哈马边都那个下呢。铺的家小孩拉姆，阿爷阿婆阿三路卡来那呢，用那一对那波米帕拉来门多拉呢，铺扎卷伢用阿要嘛铺牌那莫被草下到我们抢阿领阿姐，然后国家白带为呢然后用那还被为呢铺的挺老，
航头米当白家鹅那一二对那要下白查理普列提门铁路干嘛提康强当呢？用普朗子那卡普开的位哦开路要压查嘞。航头要接那草就没弄来提供诶，鸟打呢送门儿来接农安。你好，大家好。俺那西底下那路车会啊呢，俺叫呢到嘛，那么米去了呢，老报道啦，他陪到啦，哎，俺好叫呢到嘛。下面云哦，我下面呀你都，牛米行俺拉都来了呀，好嘛了们哈都来都来了呀。公家到人呀，我心门来了呀，哎呀你都用上怕把那热浪的门落了呀。公家到把那米行门来了呀。在就他妈上爬的哦，阿达上爬在就有后半那牛，我他妈在就有后半那面。上爬的马没走有好多的老面的上爬就的马哦，的上爬就的马，然后你上爬马的里老面。混闹天啊那多就的嘛老面的啥法子就的嘛把那混闹天啊那多就的嘛我的。的上爬没走有后半那好，用不走的面就个地来了面上爬就的毛。不走了的米，就个地了，混闹也啥的米什么的来了面用，公差当人呀，我心门呀了，咋啷个嘛的了哈，起来呀，大啥巴子。就他妈都的。用波啥的行家咪都不愁用那个个那讲一牛，马草毛跳他家的，马车毛跳他个的，阿的马卡布怕不追嘛啦。